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类嘅节目。呢个节目咧，大家都少介讲到介就係有機嘅唱吹啊，就係講舞蹈安樣嘅理念本大家。基本上大家強調咧少介安樣嘅理念哦，唔過佢非常嘅貼切，和有當到嘅故事做啲分享，是希望講大家做啲適當世界世界做啲適當空間，適當空間之外咧，還做啲友善呢個氣球，友善呢個環境。所以大家咧分享呢啲嘅來賓，佢係馬莎咧，佢係來自綠色唱片指南嘅呢個。傅俊英然後畢淑忠然後呢個準新分享。大家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準新。耶，分享好，係啲關係嘅客家人嗬，今日咧繞場嘅係來自南部林樂嘅客家人嗬，佢係呢個萬寸麵包工作室嘅傅俊英，微博分享。大家好，我係微博。是個用台灣的小麥來做的傳統麵包模，歡迎大家來攞料。耶，分享微博很可愛哈，微博說分享大家來領落料。你呀，它其實領落吼有一個，就是聽朋友講，其實領落有蠻多蠻好，就是超出我們想象的那個麵包店。這裡講，就比如說像是。這個微博的麵包店就是哈，等一下有很多故事，等一下後來講一下。一開始同大家的分享就係現場有非常多的麵包，唔過根本你可以當當來賣麵來介紹麵包，不是，我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我覺得不是觀念，也不是觀點，是我們現在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會準新兩邊會走就呢個綠色指南，對不對？綠色指南，綠色唱運指南，綠色餐飲指南。聽到綠色，大概大家就會覺得動想到。環保有關係，好，大家就會覺得，好像跟飲食為有關係。可是它到底具體來講是什麼？綠色餐飲指南它基本上還是以餐飲為主，那它跟環保有關，是因為它是低環境成本的餐飲經營模式。OK， 所以我們是要改變餐飲的經營模式。對，那我們就會引進歐洲的綠色餐廳的一個制度，然後到台灣來。對，那總共會有6項，那6項在這邊就是第一個就是優先使用有機跟友善。OK， 第二個是優先使用當令跟當地。然後再來是遵循永續的生態跟海洋原則，對，然後減少添加物，對，跟還有再就是減少食物的浪費啊，全食料理，然後再就是一個要提供素食的選項。好，這個聽起來範疇很寬，然後很周延，我們能不能好像？一個以衛教知識的方式，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讓大家一聽就可以理解的。對，像剛剛有提到，我們有6大目標嘛，可以簡單的講是我們的綠色展有6大個目標。比如我剛剛這樣聽下來，就有一個，比如說減少食物的浪費，但是中間還有很多，例如說優先採購有機、養生的、友善的食材。你能不能幫我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大家一聽就很容易理解，從我們的生活裡面很貼近的那種感覺。第一個就是說綠色的。餐廳它所的食材採用的會對人體會比較沒有傷害的。那最主要就是它，我們是用有機食材，它就不會有農藥殘留。好，所以第一條談議來係講，鄉親朋友談我乜嘅意思咧？第一隻兩隻春係講要買東西，佢可能內界食材它是係好摸頭嘅有機嘅。因為說實在的，我們推行有機也好多年了，可是大家要想從以前的慣行農法到現在的有機食材，我覺得它也是一個。我覺得不管對生產者也好啦，消費者也好，其實是慢慢的學習的狗倉，對不對？所以有機嘛，提一扎，因為有機比較貴啊，對不對？一般都會講哈，那個青菜我就買得到了，我還要去吃你有機的青菜。剛微博臉笑了一下，對不對？好，這是一個教育的狗倉，對，因為有機對身體好，例如這是一個，對不對？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因為它透過責任性的採購，然後他去買相對好的食材的時候，他可以創造負責任的生產。那這邊指的負責任生產，就是它的耕作方式跟它生產過程是對環境比較友善的。所以它是一個產業鏈。懂。真的是這樣。我剛才大家都懂了解。有一次我去一個，其實我那時候去了一個，就是去意大利這樣，然後住了一個民宿，然後那是一個荷蘭的人開的這樣子，然後然後那時候吃早餐，然後。我就想說，你知道一般民宿會供給早餐，然後那個老闆就說，那你想吃什麼水果？我說，其實都可以。然後就在我頭頂，把我頭頂上面的水果直接從我上面，他在我頭頂摘下來，然後放到我的前面。然後他就說，前面那塊地其實還沒有什麼種植。我說，這塊地沒有什麼種植。其實老闆講，因為他現在還在養這一塊地。
他想要去调整那块地变成一个完全友善的。我的意思是，是不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没有错。如果他可以使用当地跟当令的，我们还是会尽量使用当令跟当令食材。对。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这也跟我们的饮食文化是有关的。因为如果你可以尽量使用当地的食材的时候，你所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各式各样的食材，它都会跟当地的文化去扣接着住。该什么样的天气时令就吃什么样的食物，不要刻意去勉强。从某然后也讲你是有机耶，那如果你愿意吃有机，那么生产这些有机蔬菜的人也只能够友善土地，因为土地就没有农药。对。还有，是不是不能浪费食物？有没有？像是如果我们很多绿餐他们会误会说我们只能吃蔬食，其实我们是可以有鱼跟肉的。那如果以鱼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会要求你不能只吃鱼肉，那你鱼头或是鱼骨你可以拿去熬汤，要尽量去做全食利用。然后再就是不能只用规格品。就比如说像胡萝卜，如果它长歪了，那一样我们还是会去接受的，而不是说只能在市场看到永远都是长一模一样的大小、一样的重量这样子。丑丑的就不行。对，但是丑丑的我们可以。对，我跟你说，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丑丑的我不要，我就是要买好好的这样子。其实，如果以食物的生命韧性来讲，作物啦，那它。像以胡萝卜来讲，它会往下长，它可能会翘腿或是长歪，是因为它撞到石头了。所以其实它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表现，就是此路不通，那我转个弯嘛。所以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它的风味是一样的，甚至于它可能更聪明一点这样。我觉得这解释很棒，所以台港行把黑空口呢，勇敢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吃聪明的，对不对？因为它很聪明。OK， 听到这里，其实可能台港对全新少改，按你讲绿色改创意局呢有好多改了解，可是我也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回过头来做这么多的事情，而不就是来自于人类？我们人类都被宠坏了，对不对？摆在餐盘上面的胡萝卜尺寸要一样，它要最美，然后卖出去的卖相要最好，对不对？然后你有便宜，你吃的东西要便宜，然后你又要大量，对不对？吃不完就算了，所以你看，最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生存走到这一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去养好我们该养的东西。如果拱斗俩撇，我们就回到这个微博这边哈，所以微博也是加入了这个绿色倡议剧，那什么？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伙伴。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干你改契机是什么？因为安尼迄即个做面包嘛，安尼想讲安尼要使咧永续还有健康，安尼要使咧健康，你会做到。如果安尼环境要亲永续、亲很健康安尼，那所以健康的食材。所以我觉得这个绿色宣言的话，绿食宣言的话，不单是对我们自己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也符合我们自己想要去追求食的健康的这个契机。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设立、在创业的开始的时候，如果听他爷的目标，如果讲，安尼东西要用在地的食材优先的，要用有机的食材优先的，因为安尼走的路可以去照顾我们的环境，照顾安尼的农村，也照顾我们的农民，错，没错。像安尼用不是一定要面包，用台湾小麦来做的面包，安尼都可以修一个田，Q 起来。我们可以减少进口那些原料，所以安尼都可以看到，安尼可以把关安尼农民的种植，看得到，吃得到，唔会讲像外国进口的面粉，唔对耐来的。真嘅，不过这也未像係，比如说讲，它其实是一个善的 circle。其实这个产业链其实就会，如果大家都这样子把关，其实一个产业链建立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循环，走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填充带来改面包，就是你们工作室的面包，对不对？没错。哇，台家地模因为基改面包两斗，南浦改零肉，所以这些面包是你这样子就是整个自己扛上来的，对不对？没错。哇，所以等一下，讲又 give 许多的面包，我们要非常的珍惜，因为这个是来自于绿色餐饮指南的面包，我们带起来安永年还有微博度南浦，真的就是这样子提上来的，对不对？好想赶快吃哦！我们给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听说你连下改面包店买安永改面包是采预约制，可以吗？错，因为
青岛面包店，某尾面包店因为做青岛来卖吼，啊，不过伊做唔准，等于会买一道的面包，啊，最后也面包可能都结合，啊，无都送本的育幼院的意思，啊，不过像安尼亚种面包，因为它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酵，要花了很多功夫去做的面包，而且又用安尼台湾的珍贵的台湾小麦来做的，无可能安尼结合，所以安尼鼓励安尼年客吼，因为先煮稳，先听，吼，啊来取货，啊安尼现场嘛有做一些咧零售的，你唔是做安道，你唔是喺手工，啊今年也做安道，买唔是买黑毛，安尼。最重要嘅係講冇買啲是咪浪費吼，所以意思就係講係講你賣麵包你係用甜嘅，但基本其實唔係做鐵道，其實因為要浪費嘅問題，還有嘛個故事，大家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就再講。今日东方伊做的绕墙的来自绿色参与局南改俊成，佢嘅理解比数中，南回是系来自零六改万寸棉包共走需改微博，我们可以说是调价啦。就会调改啦，他是自己当校长，但是自己又产出最后给棉宝，就会安永你。我常常都觉得每次做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大家的台尬改焦点是会讲哇聊到东西几好戏几好戏，可是我就比较老派，我很喜欢说教，我要简单跟大家说教一下，简单来讲是，你来到这家 TQ， 不过 TQ 不你永安 Q 已经被我们破坏的蛮严重了，对，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去好好爱护我们的 TQ。那今天讲到很细，其实你细买个东西读性体是不是影响你改控甜？那就要吃好嘛，对不对？吃好所以是 motto 无毒，最简单就是这样。你也是 motto 改东西，你那是呛出来做的是牛，做的是牛嘛改做的是不是都控甜？啊，你总控甜改东西 mono 容了怎么又火改凸体？好，它就是一个好的循环。我们说那节目讲到面包店的包装，还有面包店的预约，我一直很介意这件事情。大把一都百货公司。黑豆面包店，你就会发现哇，琳琅满目的面包好漂亮。如果打张面包nội都有一家，你讲塑胶肉的，塑胶肉的，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讲该点棒，它有8点9点，你觉得给打烊了，可是还是很多的面包，我心里就会很焦虑。我想说关我什么事？可是我就会很焦虑，那熊工怎么办？那等一下那些面包要去哪里？不可能员工自己带回去吃啊，因为每天吃这样也会胖啊，什么对？所以你们店里也很在意这件事情。动采集，所以等下你们就开始当起领头羊，好好的做这件事情的宽保，冲吗？错，因为安呢，先鼓励安呢零下吼，先煮稳面包，对，安呢可以减少剩食。啊，在伊提煮稳的时间，你可以突然讲，伊的面包不是中落的，啊，你用伊呢指甲带的木的啊，保鲜盒要保鲜盒啊，还得重复使用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夹链袋嘛可以，你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像有的银行会带伊的麻布袋。来推，你安尼规推安尼推规安，安尼又唔是用到塑胶肉的，像安尼。说实话，你刚刚说用麻布袋来带，真的很浪漫呢。你不觉得吗？很像在那个我们在欧洲田园看到的那种风情，有没有去给它拿来，然后自己这样买，你就会觉得很棒。而且，说真的，黑狗你印尼用200个塑胶袋，如果那200个塑胶袋都没有用，你就省了200个塑胶袋。如果每间店都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很多的塑胶袋。喊卡抽腰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种感觉很浪漫，对。然后黑工预约给都 on 不来时间，也不会有太多的剩食，也不会浪费，对不对？好，我们是不能讲太多秘辛，对不对？因为你有讲过，比如说像外面百货公司给都掰开的面包，是因为它要看起来很多。不可以空空的，对，错，那就对，因为因呢有规定，像安尼做烘焙，安尼有去了解到会去哪里卖，有买要求，像百货公司你就突然讲，那你不可以空柜，就算你今天产能有限，你的架上都要有，到关店之前都要有。够的商品在上面贩售不行，我觉得这也要搞着抬价，不可以这样。我觉得就是打烊的时候，如果只剩1个到2个，你心里要动欢喜，要很开心，你就知道那2个没卖出去，最多一直那2个到垃圾桶而已，对吧？
臭啊，对啊，倒垃圾桶也不太好啦。啊，对不起，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很多最后都是丢天嘛，都是丢掉嘛啊，你要希望讲真的要丢掉也只有2个而已，这样的意思。你看我们的微博很严，他说2个也不可以丢掉，就是告诉大家，行动系其实就是节制，跟吃到饱一样。对不对？不是尽量拿，就是你要看自己的食量还给到。不过今天讲到2片，因为现充又附送都改面包，我们改都少改你现充改面包哈。我们这个有没有微博？有没有后波的 sell 给一下？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就要先介绍酸种面包，对吗？错。其实安尼卢卡做的呀面包全部都是用酸种发酵去做的所以全部都是酸种面包，可能。一般更加您的消费者可能会认识到亚种的这种大颗的面包才叫酸种面包。错。不过像安尼也肉桂卷、土肉桂卷嘛，系用酸种去发酵的。安尼佛卡夏、外湾的林香面包啊，这种小乡村、小乡村的这种，全部都是酸种面包。用酸种去天然做发酵的面包。会不会？你亚几年导演看会不会因为共识开发，第一台版式面包给世界，我们受了日式面包的影响很深，黑某就会台式面包，它该有英雄某爱 CC 给世界，还会有那种小发财车。有吧？你们有。然后哈扣给世界几位食材在那个社区按有立来立去，黑公有一时你就大开，老板会把后门打开来，然后你会拿那种。台式面包有奶油的然后花生粉、黑毛就软软的。安永给面包同给种面包是完全不同体系，一开始台湾人也没有吃得很习惯尤其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酸种面包，还是那种硬硬的，吃起来会酸酸，安永给感觉有冇？有，像台湾人更加如台白如会吃安尼台式面包、日式面包安尼，是关系的啦。像我当时摕联络菜市场摆呀种面包，在 super 棒的，如卖过去讲啊，拢硬长长，啊，如吃起来酸酸，哎，唔免摆黑咧，嘿啊，又冇料。唔过伊说黑咧，如讲发觉讲，伊唔会碰肚。啊，真嘅。嘿，伊吃起来伊的身体会感觉讲，很舒服。唔会像以前是在菜市场卖那种的软面包、台式面包安尼，吃起来会膨肚安尼，不好消化。蛮厉害，像那个 Super 巴美跟你这样回馈的时候，你有解释对不对？你有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教育一下这个概念。我讲清楚，对。Super 巴美就喜欢，就买一张面包，我们躺听很久，听10分钟的知识简介，什么？对啊，就很难，就要从头讲到尾就是像用来讲安尼，用那台湾的小麦来做，伊麦子用来用磨砂去磨的，安尼发酵用在高嘛，安尼自家用的酸种高嘛呢，慢慢一步步安尼解释不会烫，吃起来比较不会胀气，因为它很简单，它很原始，对不对？有没有 Super 巴美会讲你跟面包较贵？有啊，因为不过伊谈迄个阿公的介绍以后，如讲安尼也有做的家私，伊试下去的感觉，嘛有感觉的家私有符合啦。我觉得人很奇怪，你跟他讲再多都没有用，他如果吃了身体有改变。他就愿意花那个钱，什么？太感愿给刚刚好，我觉得你看，这就是我们其实互动跟互相影响的第一步哈。那我们来讲一下现场的面包，因为太香了，因为它的香，你可以讲给它的香气不是说那种浓郁的那种很甜的那种香气，但是你可以闻到那种像这个奶前面加佛卡夏我就会闻到那种好像香草的味道，或者是那种很简单的味道，一直朝我这边来。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我今天这边我可以试吃给面包。像我们这个大颗的，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石磨全麦面粉，加呢在本土台南生产的在地黑芝麻，然后我们的芝麻是跟我们潮州的一个100年老店的芝麻行
它是用传统柴火烘烤的，这么讲究？对，所以它的价格是比进口的贵上5-6倍以上。真的？但是它的香气，你吃到以后，你的口中会充满着本土黑芝麻的那个风味。等一下，进口的会差很多。等一下，这样只有我吃像话吗？这样好吗？你是因为常常吃，因为他刚刚以台港有糖豆嘛，几个芝麻黑，你说是台南什么？台南生产的，台南生产，而且它是用炭火烘焙。但像洋芋几个加是一般给芝麻贵5倍到6倍。对，你常常吃啦，我是可以吃，但你没有你。我有。你我先试看这个味道。就是一般我们在欧洲会闻到的这种酸种面包的这种很单纯的香气，可是而且真的硬哎，你这样子说婆巴梅真的没办法接受啦。因为这个是昨天出炉的，那如果通常我们这种面包，我们会再做一个加热的动作，它会比较软口一点，口感会比较好，香气也会更突出。我真的很喜欢，我自己很喜欢，可是。黑凤，你真的是习惯台式面包的，你真的没办法啊！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的味道太简单了，你就是吃到芝麻的香气，然后你的口感，我觉得很有口感，我自己喜欢，然后很舒服，你不会觉得有太多负担，这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对 C 嘛，嘿吃安尼台湾的日式面包、台式面包长大的。不过还去国外吃到那种传统发酵的面包是这样的，原来面包的世界有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只有奶油香。对，就是为什么说吃起来某负担的意思就会因为挺简单，对不对？这个我想要赶快吃，所以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宁香酸种面包。好香！这是也是用完的屏东在地生产的有机绿柠檬，安尼嘿，柠檬榨之后取皮，全果利用，我们自己熬煮成用本土的二砂糖，台南的糖厂生产的二砂糖，加我们的有机柠檬皮，然后与有机柠檬汁去熬煮成有机柠檬酱，最后再揉入我们的面团里面一起发酵，好好吃哦！我真的就是吃到淡淡的柠檬香哎，没有别的，你没有，我觉得可能我的年纪也到了，就是你没有一种吃添加物的感觉。是，其实小朋友也很爱，小朋友很喜欢。对，有些刚走路的小朋友，妈妈要为了给他们吃比较单纯的食材，对，他们会买我们这种像有100%全麦的，或是甚至一些水果系列的。给他们小朋友好好吃哦！哇，用前面去面包洗起来吼，那一般时间面包冇用，去冇按软，唔过去洗来冻又 Q 感，最重要嘅地方係你洗来冇负担嘅感覺，因為吃到凍輕鬆。係講你洗嘅係檸檬，你是做啲皮到檸檬嘅米絲，係講你洗嘅係那個媽，你只是試到媽嘅香氣吼。還有嘛嘅面包嘅時候跟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嚟講。上段节目是都用在后续嘅面包、芝麻，还有青柠，我必须说很好吃。台尬只会讲，哎呀，你们节目每次都这样啊，少改嘛改小农，什么都嘛很好吃，是真的很好吃。嘿，紧跟到我是因为我刚刚吃那个青柠，觉得好舒服哦，吃完之后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清香的那种味道。我爱老台家讲哦，因为有些烟机的讲，你洗干一种很多奶油啊买的东西洗后，其实会觉得身体有一点负担，是真的是真的。这是为什么阿婆说陪爸们会说吃完之后不胀气这样子。好，第二团节目呢，一开始也是这个圣莫类少改面包，老台家来讲，如果係講你去看你基本嘅節目，撒下來。如果你要響應安勇改反同，就說啊，我也要一起來為我們的寬銀盡一份力。你覺得可以有什麼實際行動？因為這很重要，這是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我說我們要用白話文講，因為大家都說哇，你們講的好像很高概念，有沒有？哦，那些東西講的很抽象，實際行動是幾行動黑馬改，我有我的，兩個龍山黑妹來又想你們自己的，都沒有互看，對不對？那我們1、2、3來亮白板，請亮，不太剛剛看一下。
哦，很接近嘛，你们我觉得这个很实际，要不要请我们的俊兴先来讲？你觉得如果要响应我们今天的6C 餐饮，你觉得最基础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第一，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吃的时候尽量把菜吃光光。OK 啊，这 OK 的。然后如果不行的话，至少要打包。哦，这个我也会。这是因为不浪费，不浪费食物，什么？好，听一。那第二个就是尽量自带环保杯或者环保的餐盒这样子，因为刚刚不管是像打包，或者是它可以减少很多的一次性的垃圾这样子。那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吗？可以啊，就是连下黑公益都动改穷黑便利商店卖东西的时候，不是都要1块钱买塑胶袋吗？然后我心里就会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没有买到袋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算才1块，所以我每次去掰碟付钱也是挑钱，比如动你怎么讲没关系，你知道，就他们就是花1块钱买。我心里想，如果那一个袋子要100，你会不会带环保袋？但是可能会被骂，首先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是练习，我们台高有联系，要练习，尤其是我如果有机会，都传统改洗头，那个刷那个塑胶袋有没有？哇，好像那个拿卫生纸没有？啪，一张一个，然后哇，全部都会塑胶袋。可是如果那个一个塑胶袋要10块，我觉得很多super爸妹真的就会带餐盒，对吧？没错。还有，然后第三个就是尽量采购有机食材，然后或者是多去吃绿餐，透过你的消费行为去改变它的上游的生产。好。就是大家也是有机无土改，不论是呛水也是狗子，好，其实这样子不要小看这个力量哦。如果大家都吃有机，那大家就只能种有机了，一样的概念，对不对？大家只能种有机的时候，土地就是好的土地，好，来看一下微博的第一个，像安尼，会去市集摆摊嘛，安尼我即个带咧酷的便当盒嘛，去市集。安尼，如我吃饭的时间，安尼我去请啲店家，同埋种咧摕酷的底杯，安尼你唔是用你的包装的，所以我们很常会准备容器啊、餐具啊、餐盒去攞杯吃饭的呢。好，这其实跟俊兴讲的绿环保餐盒有一样的，但是因为你们自己是店家，概念不一样，你们本身就推广，人家来买的时候就说，说北巴面基本你有点某行的喏，就是对不对哈？这样子。第二个提尼都会安尼，尽量出去用餐的时间，安尼可以选择有符合安尼绿色宣言、绿色餐饮指南的这些店家。你们2个就写一样啊，1、2点都一模一样，很有默契。因为你那不是的兄弟，你是的连锁店的东西，它都是进口的东西啊。真的，你不会吃到在地食材。真的，疫情期间有一个老师请小朋友去做田调，他说你把你我下给北熊打开了，看嘛该东西可以在地，结果那个小朋友真的就是记70%都进口的。对，所以最后因为疫情给期间，黑公你黑得种哈给时间就是吃阿公阿婆种给吹。可是那时候对跟米，不然其他全部都进口的，当然还有很多零食，所以我这很重要。最后就会去在地的市集啊，采买在地小农生产的东西。真的，我如果有机会买菜，我最喜欢买的就是那个阿婆自己在路边有没有？他说正啊去给种给，看起来丑丑的，一小把一小把的，我就觉得你就是要跟他买，你才能够支持他，对不对？哈，所以其实很雷同啊。那我爱讲爱给我的没有写，可是我很简单。黑公爱也是面包，我就吃湾村工作坊面包，这很。然后黑公我要，如果我要去 Noble， 因为我爱某组团，黑公爱去 Noble 去跑，那我就去找2位说的，就是那种绿餐。那我就这算我实际行动了吧，对不对？好，那这样子也算是尽一份力量，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感谢好哟，好可以很乖哈，可以收起来了。所以公斗两片，其实有没有什么最想分享的甘苦谈？最想讲，一定有。哦，会讲不完。那你挑一个你很想分享的。我觉得，因为绿餐它其实是有理念的，对，那理念它就很容易会有理念之争，那会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认知的绝对的正义，不见得是别人认知的绝对正义。了解。那
这个一旦牵扯到理念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争执，甚至去争吵这样。而且内心会很痛苦。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难过的，就是如果2群人都是对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找出最大的公约数？这当中会需要很多的包容、理解跟沟通。但是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做，因为有时候甚至我们会不小心就妖魔化对方。所以这个是到目前在有核心价值的组织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刚才这个俊成讲的时候，这个微博真的是点头如捣蒜，感受很深。我觉得我们刚刚虽然没有举具体的例子，可是我可以理解，这跟环保的概念一样。这里可不可以盖这个？这里可不可以做这个？这里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态？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鲸豚？一样的概念，可是你真的要去讨论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简单。你盖了风场，你会影响白海豚的生态。我们没有风场，我们的电怎么办？那我们要核能吗？你看是不是题目又变得很难，对不对？一样的概念就是那个核心价，但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我们都希望这块土地变得更好，对不对？好，哇，你看一问就问到，它不是几具体，因为这是真的是最核心。微博这边有吗？当然，我们做自己创业的，我们就会面临到我们一些创业上必然会遇到的刚创业的那些辛苦。但是真正的困难点，也就是像俊成讲的，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自省自己，要用怎样的食材，然后这个食材的取得的那个容易度跟它的价格。那我要选择这个食材，比如说凶悍的东西的，得考虑啊，台湾的黑芝麻的时间。好。我们就天人交战了很久，但是东岸的迄石豆芽的黑芝麻，测试过以后，如刚刚讲，这个一定要用这个，懂，对，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价格拉高，去符合我们的成本。你看，大家就会说按规，你看对不对？好，最后节目只剩几分钟，我们讲，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幼稚园跟大企业家都参与响应虫哦，对不对？没错，蛮多的。大概有20多家了。是，像是一些科技业，像是瑞昱半导体啊，然后奇迹科技啊，他们现在都开始参与我们这个计划。那有些已经成功的成为绿餐，就是被我们审认过了。那有些还正在努力当中。那像友达也是一个。那他们的因为人数非常的多，所以他们一旦是员工餐厅转绿餐的时候，那个量体就会非常大。太棒了，他就会很正面的去推动整台湾的有机产业的往前迈进，这样子。所以你的下一个目标也是希望能够创立绿媒体，什么？绿媒体是我太太这边在做的。那因为很好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好的媒介去往外去传播。对，没错。那让更多人看到这样的讯息，他知道他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对。然后微博的片，因为之前都会去外面分享，对不对？会摆摊，不过现在比较回归到工作室要方面。对啊，所以更加的计划如何提案的工作室来教学大家怎么做酸种面包。你看这又回到更源头了，对，对，因为食材会来自台湾的小麦，所以很多外面的银行可能不知台湾有种小麦。真的。因年嘛唔了解台湾的小麦的特性。真的。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想要推做这种产地教育的食材教育的东西，回过源头来，因为青岛更加青岛银行以为摕卢卡机甲做烘焙。亚真嘅青岛以前爱吃到嘅迄专业嘅技术，不过亚真嘅青岛你第一步下就这做所以可能高一的年客如果更了解台湾的小麦的特色，如可以跟推广到其他的层面上太棒了，太赞了哈！哇，今日非常感谢两位来到鸦片哈，尤其暗演有吗？暗演有吗？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希望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去讲看，你今日嘅节目咧，收播动态，做咧喊下了解什么是绿色餐饮指南，喊下从了解实行嘿。我们知道安优改口粮之后，在生活里面我要如何落实，其实也很简单，对不对？就是你自己可以做的第一步，没有那么遥远，从嘛哈。所以希望呢，所有乡亲朋友你听下都答辩，都又是安你改环境，谢谢，感谢，安子谢。好，所以改乡亲朋友听了下来，你都走人同了。
校刊复习类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聽站哦，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